海边新娘，秘密第3道。忽然间，新娘的女伴讲，迄毋是金破链。逐个人听着，准一个。嘿啊，迄毋是破链。中连的船长也点头，恁斟酌加看，迄毋是金破链。这个秘密已经真久啊，大家搁准一个。毋过斟酌加看迄罐金破链，也是看袂出一丝仔破绽。迄款贴切幼巧的模样，若准毋是破链，就毋知影有啥物通好代替啊。是一道疤痕。突然间，阿公迄个亲同嘛讲话啊，正亲像船长先生讲的，即件代志已经真久啊，我将来毋捌搁再提起过。即个老亲同讲了，大家搁准一个，发出啊一声，了后就拢点去。过望年啊，迄个白头毛的老伙仔搁举头，因为酒。伊规粒面红讲讲，大概是想着啥物，翻头甲拄则讲话的小姐甲船长讲，有影，即个秘密已经真久啊，是讲恁两个哪会知影咧？我煞想要听看卖啊，恁是安怎知影迄罐金破链的代志？即时阵大家拢点啊，即阵想袂到的代志，一下仔互人转袂过来。煞熊熊感觉头壳会戆，港口游玩而且炎的日头下，讲话的迄个新娘的女伴淡薄仔伫丢除，毋过大家拢点点，眼神内底充满着好奇，伊敢若替新娘感觉委屈，落尾才温温仔来讲起。是啦，我是3冬前赶人时阵含伊熟识。迄阵，阮缀人去到北地的电子工厂做工。阮住伫宿舍内，一个月税金500箍，新娘就住阮隔壁。因为上下班的关系，尾仔阮两个变做上好的朋友。新娘的水是通人知，阮拢知影伊是按南部海边来的查某囡仔。所以才有遮尔秀丽的面容，甲斗大的身段。迄时阵，阮工厂有一个技师，才20几岁，是一间出名的大学毕业的，缘投，毋过干巧啊干巧。因相爱啊，就安尼，大家拢会，也无人感觉奇怪，新鲜是一定的。阮定定要甲伊讲算笑。可比讲替招美想一寡撇步来甲迄个5万的技师刁难一下。毋过招美是遐尼啊贤惠善良，伊从来毋捌互即个技师感觉为难。有一天，阮甲讲，招美啊，你即款恋爱方式会食亏哦。伊是大学生，阁是唯一一个风流的技师。毋过查某囡仔煞有千百个。招美听了后笑笑，讲：毋通看我无起学，我毋是一个遐尼高反悔甲软弱的查某囡仔。经过一段日子了后，工厂的人想讲因要结婚啊，伊的幸福变做众人欣羡的对象。毋过无偌久。阮听讲，迄个技师阁甲另外一个女职员相好啊。招美幽怨笑笑讲：啊，我毋是一个遮尔软弱的查某囡仔。毋过伫一个无加班的礼拜日，我将伊乖条条的门拍开，发现招美倒伫面床顶，颔棍仔拢是血，一支刀仔下踮面床边。我知影伊惊底路。赶紧送伊去病院。尾仔伊恢复早前的乐观活泼，看袂出捌受过啥物创伤。毋过，阮开始看到伊定定挂着破链的颔棍仔，顶悬迄道疤痕。即个新娘的女伴讲了啊，目睭紧紧地看闹热的婚礼，
真悲伤的款，无搁再食啥物物件。大家嘛敢若受到伊的感染，点点仔相对上，碗猪徛徛徛的声音嘛变较细声啊。哦，敢是安尼？船长听了后笑笑，嘛无别人会哀愁，讲我知影的毋是安尼。